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正在从根本上重塑教育，开启了一个以个性化、互动性和包容性学习为核心的新范式。这种变革重新定义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，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转向了充满活力、引人入胜的教育体验。人工智能增强工具如虚拟导师、互动化身和自适应评估，正处于这场教育演变的最前沿。这些创新使教师能够成为引导者和导师，专注于创造力、个性化教学和形成性评价。有效整合人工智能的关键教师能力包括数据解读、伦理意识以及教学方法与人工智能支持系统的衔接。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积极共同创造者，参与自主学习、数字协作和人工智能辅助的探究。从简单的蜜蜂机器人到人形模型，机器人技术培养了计算思维、团队合作和包容性参与，特别是对残障学生而言。在塞尔维亚，教育数字化是一项战略重点，诸如2020至2025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等文件正指导着其整合。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教育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中心，简称 CRAE， 是这一进步的关键参与者。CRAE 通过结构化的专业发展计划和健全的伦理框架，积极推动虚拟化身的全面整合。他们的工作包括经典化身，比如一个旨在向大学生介绍教科书的化身，以英语授课并配有塞尔维亚语字幕。另一个经典化身则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标准展示教师的基本能力，使用英语音频和中文字幕。CRAE 还开发了互动虚拟化身，经过多种材料训练，能够进行对话并回答复杂问题，甚至是关于心脏病等话题。这些先进的化身利用多模态处理、自然语言处理和实时交互，并由云端部署和复杂的渲染引擎提供支持。一项涉及206名教育工作者的研究表明，互动化身显著增强了高等教育中学生的参与度和外部动力。结论强调了一种平衡的、以人为本的方法，即人工智能是增强而非取代教育过程。通过在伦理和教学上整合人工智能，教育者可以创造出灵活、包容且高效的学习环境，让学生为快速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。